讲到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，目前已经有18人死亡，6个人失去联络。这其中也包含今仔日伫咧光复乡嘉里洞推到一位罹难者，确定是农场生出来员工。目前这复原的进度是无微无至伫咧做，不过昨夜出现2架假警报引起惊吓，甚至有囡仔伫咧人阵内面拍不起情绪。 前世离搬运搜救行动第2个出现新进展，救援人员伫光复乡嘉里洞烟花，就是马太安溪下游的所在，发现一具男性遗体。不过，有遗体情况也真严重，外表拢看袂出来啊。经由检验相验比对基本资料，确认死者是伫大同村失去联络的农场员工生出来15人，拄好离到是头七，每个拢伫现场召集等待家属讲，将会使互爸爸来安葬咯。这几天真的很煎熬，听到那一刻确认是爸爸的时候，我们真的。 很谢谢所有帮忙找他的人，真的带爸爸回家了。我们明天就针对米站大桥再往出海口的方向，再针对岸基的搜索，佛祖街336巷的部分，我们一样有请那个重机具，就是怪手这边在持续做开挖，河的2侧是我们那个就是最近搜索的热区。 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灾害第7天，搜救单位完全力伫找失去联络的光复乡民众。不过前一天却是发现2摆假警报，造成至今救灾人员也个民众拢真惊吓。礼拜迄天，城市中道讲是马太安溪上游又个又流出来，暗头西区市府警察误解这个指示无确认情况，就直接通报发布。花莲县警察局讲的，追究相关责任进行内部的处罚。 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，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，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，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。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，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、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。 警报！推出中央的发布影片，强调若上游达到红色警戒，而且必须撤离时，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，再由管制中心同步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，也提醒五秒底面叫，停止5秒方式来进行播送。 就今唔对假信息引发民众惊吓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及时澄清，也强调必要时会依照灾防法第53条处以徒刑、拘役也是罚金。另外，新北特搜队连续7天，总计736点钟，一直伫救援支援任务结束了后，也向这片受难土地致上上深的敬意。也若即阵当地受花莲特搜队甲国军强大来支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